Hello，我休閒小生又嚟啦，冇見幾日，大家好嗎？我今晚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乾炒叉燒銀針粉。嗱，講起銀針粉呢，大家可能會諗起以前飲早茶嘅焗盅銀針粉，係咪呢？但係我就會諗起馬來西亞嘅地道美食瓦撐老鼠粉啊，配合秘製嘅馬拉盞醬汁，真係諗起都流口水㗎。我休閒小生今日嘅配方就有少少唔同，睇下可唔可以一樣博到大家嘅掌聲呢？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㗎喇。嗱，我今次咧就預備咗大概1斤嘅銀針粉，而調味嘅醬汁咧就加入咗沙茶醬，令到整體嘅味道更加惹味同埋濃香。我自己就好中意啦，睇下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咯。至於配料，我就預備咗大概200克嘅新鮮叉燒。嗱，嚿叉燒呢，我就啱啱焗起，而家仲熱辣辣、香噴噴噶。如果大家用嘅叉燒係入過雪櫃嘅話呢，記得擺落鑊炒香咗佢先啊。至於焗叉燒嘅醬汁配搭同埋技巧，大家可以參考我烤焗叉燒嘅視頻，裏邊就有詳細嘅講解噶啦。而家就等我先嚟將啲叉燒切絲先，跟住預備1隻雞蛋份量嘅蛋漿啦。到調校個炒粉醬汁，先落1湯匙嘅沙茶醬，1湯匙嘅老抽，半茶匙嘅砂糖，大概1湯匙嘅蠔油，最後加入2湯匙嘅清雞湯。咁跟住撈撈佢，咁個炒粉醬汁就 OK 嘅啦。最後預備埋啲蘿蔔絲、葱段同埋乾葱碎，就可以準備開鑊炒銀針粉嘅啦。開大火，燒熱隻鑊，落1茶匙油，落蛋漿，轉中火，慢慢將啲蛋漿煎熟佢。當啲蛋漿熟咗之後，用鑊鏟隨意將啲蛋切碎，然後兜起佢。用返同一隻鑊，開大火，加入1湯匙蒜蓉油，慢慢剷香啲蒜蓉佢，加入蘿蔔絲、葱白同埋乾葱碎，轉中大火，慢慢將啲配料炒熟佢。大概2分鐘之後，加入銀針粉，繼續保持快炒。落醬汁，慢慢將啲醬汁混和落啲銀針粉度啦。落叉燒，繼續保持快炒，
落蛋碎。OK， 熄火，落青葱。我呢度全程用中大火，大概炒咗5分鐘，俾大家參考。我今日呢個乾炒叉燒銀針粉又搞掂啦，大家中唔中意呢？銀針粉配合沙茶醬，野味夾開胃。喺享受美食之餘，我休閒小生都祝願大家食得開心，開心更開心。至於詳細嘅材料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